使成400個鐘頭，前後3次嚟到馬來西亞索完燕窩，真係值得咩？值到不得了啊！每次咧都要輾轉好多個地方，一路上長途跋涉，先至可以到達原生態嘅燕屋啊！見到成千上萬隻燕子，真係好震撼㗎！樂哥咧親手摘落嚟啲咁靚嘅燕盞，就係為咗俾各位粉絲睇到每一盞燕窩究竟係點樣加工嘅。大家先食得放心噶嘛！每盞燕窩我哋都會經過工人乾挑出嚟，拒絕濕挑，因為係手工挑毛，所以每個鐘頭至多都係挑2盞咋。嗰啲有雀屎嘅、發毛嘅、極重毛嘅燕盞，我哋都唔會採購嘅。收翻嚟嘅都係高品質嘅燕盞，工廠咧都係馬來西亞為數唔多嘅擁有 GMP 認證嘅工廠，對比起其他無證嘅小作坊咧，更加安全放心。挑乾淨毛之後，先會剪咗個燕角佢，再將燕盞推毛定型、風乾、滅菌、消毒嘅處理，最後將佢哋封膜貼上 CIQ 溯源碼，保證一盞一碼。咁樣嘅一盞燕窩先至可以送到你嘅手上。隨機咧同大家抽檢一盞嚇，嗱你睇呢盞。足夠地乾身嘅，睇住啦，係咪好乾啦？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揀到一盞好燕窩。